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法国国民议会第2轮的选举结果变盘，这左派和中间派合作，和新人民阵线色处冲到第1。也那马克宏总统的中间派即马是排第2。也那讲到咧选举进程的声势上界悬的极右派国民联盟是落到第3，这3大阵营拢无人过半。 法国议会选举结果大部分确定5个左派政党香港革命组成的新自民阵线摕到国会182个席次排名第1，马克宏的中间派联盟同在排名第2。这2个联盟战术性整合，200多个替选有效果，成功让极右派国民阵线以143席落入第3，直接望乌有。 国家免伫走上极右派之路，和多数法国人拢较放心。选后，新自民阵线的上大党极左派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南雄首先发声，表示左派联盟已经准备好要执政。Le président a le pouvoir, le président a le devoir d'appeler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à gouverner. Et clairement, le nouveau Front populaire a, à mon sens, toutes les chances pour gouverner ce pays avec, bien sû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未来国会变做左派、中间派甲极右派3分天下，无人单独过半的强极国会，席次上侪的左派新自民阵线上有希望筹组新政府。其中除了极左派之外的4个党，拢承诺坚定支持乌克兰，另外拢承诺推翻马克宏，将退休年纪提悬到64岁年金改革。佮表示绝对袂甲中间派联合组局。未来新总理人选甲新政府恐惊也佮需要几啊礼拜的激烈谈判。 马克宏博解散国会中选的政治，挽回一寡民主，执政的中间派保住160多席，也阻止极右派独大。只是马克宏剩的3年任期，可能就要甲反对家己倾向亲欧路线的左派总理分享权力。现任总理阿塔尔已经宣布请辞，也毋过因为国家面临奥运等大代志，这段期间会继续留任。Malheureusement, l'alliance du déshonneur et les arrangements électoraux dangereux passés par Emmanuel Macron et Gabriel Attal avec les formations d'extrême gauche privent ce soir les Français d'une politique de redressement qu'ils ont pourtant plébiscité largement. 另外，极右派国民联盟为选前就积极要准备执政，那日第3地会议真失望，也毋过目前也是国会第1大党，席次阁比顶一摆增加50多席。党总召马林勒庞表示，因的党一直在进步，胜利只是延后才来。广西新闻是会长编译。